看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，昨是野料登一组的相片，讲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陈时中，甲当时中华开发的副总经理王必胜做伙食饭，是甲女性金甲头挖真紧，讲食这个饭无单纯，是重情重义重氛围。但是尾也证实，遐个女性拢是女医师。王宏维野料并且是甲女医师来回失礼，但是针对着陈时中甲王必胜，王宏维讲无啥物好道歉的，本来就应该该监督。如果我这篇发文对于参与这场参会的女医师们，如果她有不愉快的感觉感受，那么我愿意对女医师们来致歉。国民党立委王宏维镜头前来对女性医师回失礼，讲未来会搁甲严格查证，全是因为有人伫咧野料。王宏维昨讲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和当时伫咧中华开发担任副总的王必胜，8月初6同齐咧甲人食饭，佮和老金架头的小姐做伙出来，刘美英佮徛一排送客，讲真正是重情重义重氛围。必胜他既无法律背景，更没有金融背景，他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去中华开发，能够担任高级的主管？那是不是呢？这是有没有要当门神呢？伫咧记者会有理回大声，落尾煞讲一个震荡起，原来相片内底女性拢是医师。王必胜嘛破文讲，迄天是互邀请参加体科医师工会全联会活动。我在我的脸书里面有没有出现传播妹？我想，不要把我没有讲的话塞到我的嘴巴里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什么好跟陈时中和王必胜道歉的。我监督陈时中、王必胜在餐饮之间有没有提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连结？难道不对吗？甲女性警察用氛围来暗示，刘美阁讲是人的野料闹开，阁讲是家己伫咧监督。对这件代志，陈时中敢若透过办公室发声明，希望相关人士未来会当会晓尊重他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